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耶稣讲台语，我是爱德华，我是丁牧师，平安。平安。牧师，咱这集是要来讲一个咱唔捌讲过的题目，或者经济学、经济学。牧师，你应该唔知有人写过这吧？我唔知，迄个陈牧师写过这。我看你嘛错一条。咱上来，这第一是这题目已经足条特殊的啊，因为圣经内底讲有讲经济。无特别讲吧？无啦，那经济这两字未造出来啦，但是牵连到经济、食饭啦、金钱啦，这物件是有啦。但是经济这是利益啊，汉字对翻译的啦，对合字汉语啦。对另外是讲写这个人，既然是一个牧师，或者单数底，对，陈氏字，四是叶水再加1、2、3、4的4，单数底，这牧师你爱介绍者，这伤过特殊啊，我讲未完。单数底牧师是台湾新人院毕业的啦，伊音乐非常非常好，当然伊也捌去牧会。听讲伊的老师就是吴伟南牧师娘太太，吴伟南牧师娘，吴伟南牧师娘一句话。车做伊一世人的帮衬，就是有一摆伊弹琴的时，小可较凊彩。对伊哪想甲吴伟南牧师因讲，这凊彩一个无要紧啦。吴牧师娘甲讲，伫音乐上无迄款凊彩的代志啦，无迄款差不多的代志。对，爱足准的，爱足准的，你袂使结果这句话变做伊一世人永远记掉的话。所以算讲咱台湾人上早期接触到西方音乐，西方音乐当然比较早嘛，还佫有啦。但是伊算是真出名，会晓演奏的啊，伊会晓演奏，会晓写曲。最近嘛真侪读音乐研究所的人，写单数的，写伊的音乐的特色啦，啥物的。其实大家拢无法度想象哦，伊写一个迄个。台湾功夫歌呢，欢迎迄个。爱介绍台湾独立歌，是迄个萧太然，伊但是到后来吼，差不多若到这个树林教会时，伊这个伫树林教会写，到树林教会时，我的理解，伊已經迄个思想拢變了。到伫迄個後來迄個順德女中吼，伫遐教音樂時，伊整個攏總改變了，迄個觀點吼，攏總改變，就變做一個。我想你意思應該是講，伊本來是日本時代，伊會講我台灣人愛家己起來，迄陣想法就係講愛光復啦，對啦，甲清朝迄邊，但是咱的主體，尾啊，慢慢日本走了話，國民黨來，大家佫醒一遍，發現講，咱其實愛。行咱家己的路啊啦，差不多早期台灣人攏經過這個時期，但是你想起來上，我都接受講，我感覺上不可思議的所在，就是講，結果伊寫的這個是經濟咧，毋是音樂無？我讀這了，我都知伊真朴刻啊，係啊，那音樂仔吼，還要做校長迄個，還要專題演講講。教會甲經濟啊！對啊，我感覺咱即馬攏咧分什麼文組啊，像就濃厚，你知道？人早期就是大項攏會曉誒。對啦，這聽講毋是嘛會拍橄欖球嘛？是這個嗎？毋是迄是陳清中，陳清中誒年會比更較大。我想以前人真無用喏，愛拍橄欖球，佮這麼組織迄個男子合唱團，個江德。個無一定個會精彩話無誒，這最厲害。像這伊算講較對青年這塊，這塊較濟咧宣告啦。所以這本來是寫給迄個青年人聽誒。因為咱這個較早做 TKC 啦，青年團契啦。TKC 是什麼縮寫 ？TKC 就是青年團契啦，青年團契啦。TKC 什麼縮寫啊？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青年團契，應該是 CHH 啦。青年團契。我毋知安怎 TKC， 我一直毋知 TKC 安怎來。
这是教会，就是TKC 艺术，就是讲青年的艺术，教会青年团契呢。哦，好啊，讲较济，咱直接来看下怎写好啊。但是我是希望大家记得讲，这是一个音乐足够的牧师哦。旧的圣诗内面，伊上尾首是伊写嘛，melody 是伊写。对啊，这款牧师来写经济，所以我意思讲，咱即卖大家牧师较拍拼还无？你去想一下，人我认真，毋是看无会了，人个有足侪代志爱做哟。毋通想讲青年就歹无用诶，人嘛是有真认真去研究啊，写互青年听。所以咱即个要读诶这伊诶题目是生育政策诶经济伦理，是陈树迪牧师写诶。出版是1951年，是教会公报出版的。咱来读，更头前尔啦，读较耶稣的想法，耶稣对经济的想法。伊的序言是明友德，一个外国来宣教师写的。伊的意思是讲，伊有去参加这个活动啦，听了伊讲这个题目讲得真好，就请伊写落来。还是讲甲讲章互伊去出版，而且今年年头在北中会 TKC 开头一摆例会的时，有请陈树迪先生来讲演。伫迄时，伊有讲起 TKC 会员着怎样用钱的问题。我听人伫讲，有真正好甲下伫现代的指导伫地，因为爱分互较济个青年人，所以有拜托伊将原稿互我。即阵所印是迄个原稿，毋是要注册做目的，是用自由甲人讲话。所以伊意思讲，伊这是讲章啦。所以可能咱听起来嘛，较像伊伫对你讲话啦。拍算毋免介绍作者，全省 TKC 知影陈树迪就是教会的传道先生，甲淡水顺德女子中学音乐的先生。伊对用钱问题的意思，照我看是淡薄亲像要2piano 相款，着逐日锻炼才会进步，所以望这个细本册会做这青年兄弟迄个好的参考。这是台北1951年出版的。明友德，明友德，我看明牧师安尼写，敢若陈树迪著名的吧？真有名，大家拢毋免介绍就知影。我是第一个听到啦。对青年事讲真第一的人啦。咱即个就是讲章，咱看伊家己写的序论。基督教对伊出世的日期，就是用征战甲斗争做伊生涯。我看第一个就出一条，不是这开场有较明吼。这真明。伊讲咱基督教就是一直在讲冤家啦。而且是用战争哦。安尼牧师讲有合理，安尼讲。要安尼讲嘛是会使啦。牧师后盖你讲着安尼开喙，可能大家就听。我较袂安尼讲，我个性较毋是安尼。安尼吼，伊这今日，所以可能对青年爱安尼，大家就安尼咱基督教遮尔，遮尔前卫，你知道？遮尔勇敢。但是我读了，感觉我知影伊的意思啦。对啦，但是即嘛开头较明啦。就是讲，咱就是一个不时讲精神的宗教啦。请起头甲宗教，后来甲政治异端思想，到最近是甲科学交战，也伫遮。伊意思讲，咱搁另外一方面来讲是，咱一直拢受到真侪挑战啦。有别个宗教对咱的挑战，有政治对咱的挑战，
异端啊，嘛有思想哲学，啊个最近佫有即个科学，有影是安尼啊，啊基督教会拢无倒呢，这个厉害，请。也伫遮诶战争诶中间，通讲基督教有征服无数诶对敌，得到阳光诶免流，毋那简单掠因来做伊阵中诶萝卜，煞顺化因诶内容，佮用真诶方向甲路径，互因通进前来进步。甲利益人类社会，所以意思讲，毋那是基督教无去互拍倒，是尾啊变做是带头诶啦，变做讲科学啊，还是讲政治。那以我看，比如讲，咱现代即个民主诶即个思想啊，啊个讨棒或自由独立这，想起来拢是基督教带头啊。安尼开场我感觉真趣味的。总是现代基督教有各伫伊诶路中拄着一个强大诶对敌，也即个对敌无较输以前伊所拄着诶，检采是比遐个较大佮强，因为伫即个对敌诶内面。有以前所拄着拢总诶对敌，宗教、政治、思想甲科学诶要素伫底。所以伊即满要讲，可能大家即满应该知影是经济啦。伊意思讲，即个经济即个对敌，是真歹处理诶。伊内底有宗教诶要素，也有政治、有思想，还科学。即嘛咱要来看即个对敌，要安怎甲伊战争，请。所以若是基督教有暗算要赢，伊就用对伊出世到今所有拢总诶溃烂、知识、信仰、生活，甲伊诶教导总动员，才会通得着。因为这比以前较困难嘛，所以咱就慢慢把这全部诶，咱以前有诶溃烂啥拢爱甲组织起来，才有机会啦。这个功德就是经济，对衣物史观来出诶经济思想。这个思想，真诶，这你若听有知什么意思就厉害。我想足久诶，就是唯物史观啦。对啦，经济基本上是咱即卖现实诶才会活动嘛。所以这有你有会使讲是唯物论啦。拢是物质诶物件。会使非常单纯，根本无宗教诶角色伫内底。这个时阵就会挑战着咱即个信仰啊。所以即嘛是讲，这是对唯物史观来出诶经济思想啦。这个思想却是真早就发现伫人类历史诶中间，到18世纪才出世，后来忠诚到现在是亲像已经忠诚诶丈夫，伊诶气力大，声音响亮。这是还是丈夫诶意思啊？丈夫吧？毋是咧。就一个壮夫，就是很壮的人。壮夫壮夫的，就是对细汉已经成长到，变做是一个真粗勇啊，粗勇的人。对，OK，了解。伊的气力大，声音响亮，对伫济的青年，那亲像看假目、食假喙的米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看目睭感觉真好看啦，物件真好食啦。就是讲我知，就是讲这个知识古早就有啊，但18世纪经济学愈来愈相长，尾啊变做是，敢若囡仔变做壮夫啦。而且大气啦，影响真侪少年人。大概嘛感觉讲这就是未来吧。嘿啦，就是讲，这个较早对共产主义嘛，足啥的，就起面真侪，挑人去。加入嘛，即嘛经济嘛是，大家讲可能即嘛真正讲，像商学啊，这就是要安怎趁钱啊，了解这个世界安怎运作啊，这都是流行的物件啦。咱
你个读这圣经要创啥？你2000年前，差不多这意思啦。就看甲捌，你看会上捌嘅物件啦。拿撒勒嘅青年学生就甲即个交战，就讲咱就是耶稣学生嘛，咱来甲即个交战啦。即个战争毋是小看，因为即个纯真贫困、双手无拿武器的理想主义者，拿撒勒人要甲一个有复杂佮坚固的思想体系、有权有力的实际论者交战，无论用理论还是实践，拢是不利。即句伤长啊，所以我会解说一下。你讲咱即马是做耶稣学生嘛，所以咱甲即个交战。但即马问题是，咱的教士是较纯真啦。即个经济学到即马已经发展到真复杂啦，真坚固，因为经济学者嘛，用现代方式去甲建立起来，即个体系体系而且咱种人佮开即个较实际的物件，所以安怎看咱应该拢无法度赢啦。咱就不利的啦。差不多这意思啦。伫即个时，咱做一个平等来想圣经甲经济的事，也毋是不合宜才对。但是伊意思讲，咱嘛是爱倒来到圣经来思考啦。那到底咱要安怎面对即个思想体系啦，即个经济学。不过，因为圣经原本毋是论经济的册，所以要对伊来提出有系统、组织的有组织的，有组织的有系统、有组织，提出有系统、有组织的经济思想，实在是有问题。毋过，圣经是基督徒伊的信仰根据，搁在基督教信仰毋是冥想，是生活。生活甲经济是袂为分离的。对圣经来找出关系钱的事，这是应该。是讲，咱圣经毋是为了经济写的一本册啦。但是伊有讲到生活。经济是甲生活有关的。特别是钱。所以然后圣经咱等下认真读，应该有法度找出甲生活有关系，甲咱即马讲的经济有关系。咱用这个角度来思想是应该会使的。牧师你嘛安尼感觉吗？当然啦。系啊。但是讲有一点就是基督徒毋管你拄着啥物代志，你拢爱倒来看圣经啦。这嘛是正确的嘛。对啦。对，这是咱唯一的根据啦。就算讲即马的讲法就无共啊，因为像我牧师讲，你无可能在圣经内底找到经济这两个字啦。但是伊的想法，还是讲你要安怎做，这是法度为内底去思想出来，去想出来，找出来。继续读经。圣经应该有记载，伫日常生活有重大关系的经济问题才对。咱对咱信仰生活的经济，就有12分的理论根据，甲信仰把握，才会用得。若无，咱袂为抵挡咱对敌的暴力。咱要互咱的信仰愈实践，就更加有学问，才是合宜。伊这段嘛是讲，所以大家读圣经啦，知道吗？你对你的圣经一定要有够了解啦。当然你会使拄着问题了，等去找，但是讲你若对你的圣经本来有熟到一个程度啊，你就一开始较袂遐紧张吧？对啦，
其实我有拄着真侪人，伊是逐工拢会读圣经诶咧。我说你干嘛呢？我有当时无读啦，是来讲，我有当时透早赶紧有代志困了伤晚，总得处理都袂记咧。啊，等阿嬷敢会读？较暗下啦，祈祷是一定有嘛。对啦，但是你讲有影圣经会摕出来变吗？会啦，逐工拢会懵掉嘛。若讲逐工是无影啦，这人白惨。但是你应该是不时拢会懵掉吧？对啦，不时这差不多啦。即嘛教会真侪拢有迄个读经进度嘛。像我嘛是有啊的。那本起来一定是逐工拢有懵掉啦，但我有当时是2-3工读一摆是有影啦，有人像伊较无闲喎，的1月1號到3號诶，啊拢1月5號才讀，有可能是安尼啦。但有影逐工讀是袂歹诶代志啦，講袂歹講怪怪，是應該要做诶代志啦。那照即個單數題目數诶意思啦，你要有12分诶把握，這種講法啦，反正就是愛對聖經了解啦。但是伊即嘛要用伊诶角度去整理啦。咱來讀伊诶第一步，就是講耶穌有消極甲積極诶想法，對經濟消極跟積極。耶穌诶經濟倫理思想，耶穌诶福音诶內容是恁着反悔，因為天國近啦。馬太4章17節。擱在伊诶天國诶內容是上帝诶絕對支配，是佇恁诶心內。伊诶工作目標是佇救人诶靈魂，甲互人有甲上帝诶靈交陪，發生爸甲囝诶關係。通講純粹精神诶事。伊诶意思是講你若有一個角度去看聖經啊，你會發現講，伊足屬靈，你知道嗎？咱即嘛是講屬靈嘛，台語邊講屬靈，伊無遐尼重視咱生活誒物件，伊可能會講啥物，你毋免煩惱食穿啊，即款誒，主要是你愛甲上帝有甲聖神有交陪啊，即款誒，所以講尾啊，你誒就是講也聖經內底攏是純粹精神誒，咱拄啊講唯物嘛，這有淡薄唯心，看他精神爾啦。無說你感覺是安尼嗎？毋是吧？伊寫是安尼啦，伊調講安尼寫吼。但係你會發現講其實毋是安尼啦。但是你可能你所以你聖經若無熟，你若看到即部分，你會就是講，咱敢若無遐尼佇食清這樣代志。繼續。所以要對耶穌誒教示來找出經濟思想誒論述，是本質上唔合宜。所以你即馬你若感覺宗教是講聖經攏是唯心、精神為主誒，你即馬要來解說即個經濟是較錢財即部分誒，你就感覺講無合宜啦。但是毋是安尼好請。抑故伊是一個偉大誒先生甲生活指導者，伊也毋是完全無講起論錢誒事。咱通教育得到伊論經濟生活誒教示。講來這有影聖經錢定定出現誒。一開始我會感覺足爽誒，但是因講了了，我讀了了，我感覺其實這真寶貴呢。講伊嘛無感覺講，咱就是錢攏甲關咧賣做代志安就好啊。伊有真濟真好誒使用錢誒觀念啦。咱慢慢就會讀到。所以咱先來讀這個消極的態度，消極的態度。像第一章消極有 A、B、C 啊，這是 A。第一章消極的態度 A， 一日的艱苦佇一日教育。馬太6章34節，這句是山上水訓的內面所記。這就是山頂寶訓的。山上寶訓啦，登山寶訓啦。山上水混這樣垂訓啦，垂的垂啦，垂下來的訓，係啦，你講得較文雅啦，就是講為天頂落來，互你嘅教示，係啦，我想我看主我寫唔知寫啥，所以山上垂訓，係啦，咱今晚咧講山頂教示嘛，耶穌佇山頂嘅教示啦，
而且无书看你看出来呢，我是在想无。这句是山上水分的内面所记，真最出名的圣句。以外也有佫讲，无得话如讲，阮要食什么，要啉什么，试看天中的白鸟，试想山里的百合花，等等。马太6章25、26、28、31节。这用白话解说就好。咱即嘛翻译嘛差不多啦。差不多啦，等于讲你其实毋免烦恼要食啥，对不对？要啉啥？你想，我世间遮尔侪鸟啊，咧飞啊，伊嘛无咧烦恼啊。啊，上帝创造一切嘛。啊，什么百合花啊，咱即嘛烦恼百合花，毋是吧？对啦，咱嘛是百合花，百合花吗？伊嘛是好啊，淡仔生长啊，咱敢需要烦恼啥？伫即款的思想的内面，拢无得想人口增加的问题。所以到遮你也知影，丹牧师伊有影研究啦。因为你即嘛啦，人口过剩，伊以前有一个理论嘛，理论的人口越来越济嘛，啊，你若拢无剩一寡啊，尾啊一定有人枵死啊！啊，过来，失业也是生产过剩的事，所以经济学内底毋但有人口变济，嘛有失业问题，啊，嘛有生产过头，公司破产即款的代志，啊，那你若依咱拄啊迄句，就是拢免烦恼嘛。问题是咱敢毋免烦恼，咱爱烦恼遮代志啊，对不对？继续。只有简单求上帝的国甲伊的义，33节，甲爱的彻底实行，拢总的经济问题，甲对经济来发生的社会问题，拢会得通解决。干嘛呢，牧师？那不是用爱发电吗？我听了使解决一切问题。完全仰望上帝就好啊！啊在，我感觉原来写是因为一定有青年，还是你有当时会感觉讲这伤过理想化，你知道？我就是爱去上班啦。我哪有可能讲卖烦恼讲明仔载要安怎拿钱？无事讲毋捌有人对你问过这个问题。毋捌咧，大家拢想讲这看看就好啊！吼，你认真想起来，真正但是地博士咧讲，这是真正爱思考啦。对啊，虽然讲圣经是真理，但是你若安尼看，敢若我想起来很天真，你知道？那有可能？对啊，都是有死业问题啊。所以这就是咱魔术厉害的所在。继续，伊安尼确信，经济学者叫这个做彻底乐观的经济论，也形容伊讲是狗也通惊的单纯，毋是好意，是淡薄轻视。嘿啊，安尼就方向看袂起，对不对？对啦，讲恁遮基督徒呢，遮尔哇彻底乐观，想讲应该是咧讲圣经迄几段是咧甲咱讲，无必要为着食物过头担心啦。我想迄个应该是过头的烦恼啊，过头伫迄个食物件。我看嘛是安尼啦，但我意思讲，我感觉伊的意思是讲，你毋免遐尼烦恼。无讲的部分是讲，你嘛爱甲上帝同工啦，你知道？对啦。你袂使讲物件你头前，你就是歹食。对啦。像咱以前定来讲的，讲你希望上帝互你熬读册，但是你要读册啊，好好准备，爱好好准备。你要摕册来读啊，对吧？你无讲我读入去读个内底，安尼嘛无啥意义。但所以你要有这个信用，你这个乐观的心情，你做代志，才会做了好嘛。他袂过头，无是讲过头烦恼嘛。这咱的解说啦，但是尾也继续讲，都是 A 嘛，对 A 咱的基督教去用轻视啦，被轻视啦，个是 B，B 少人也无绝望，路加6章35节，少人钱嘛，对不对？少人，这句较好，就译做
借人也无搁问什么。马太是讲要甲你借的，无得越走。5章42节。就讲若要甲借钱，你袂使不爱借人吼。嘿啊，而且你搁爱想讲借人就免还啊。那照路加是借人钱，毋通摕利息。总是若是马太是连母钱都煞毋通期待会搁倒转来，所以倒转来。你毋通若是袂使收利息，你用本金，你就想讲送人安尼。安尼，咱圣经教咱的迄个借钱的态度，借人钱的态度是安尼。这用这会做根据。在早有人主张利息禁止论，伫即个圣句的内面，拢无得考虑通货膨胀来的货币价值暴露，也是契约登记甲担保抵当等等的事。我感觉这以前人有影听有啊，这种是专有的民俗，专有民俗啦。伊讲你圣经安尼教，借人莫想伤济，就免想讲人会还啊。但是伊即马讲经济学内底借人钱本身有成本啦，因为你钱有迄个通货膨胀的问题嘛。啊，过来是你若去登记有契约税嘛。啊，过来你若担保，你若甲你倒去，变做你要还嘛。所以讲这个问题，圣经拢无管的，就是讲反正借人钱就对啊。所以伊这嘛是讲一寡咱可能就种现代人去读嘛拄着问题啦。安看诗第三个部分。诗以外也有讲，有2领3个，着分互无的；有米通食的，也着安尼。路加3章11节，这是惊死的约翰的话，总是做一个约翰的护驾者的耶稣。通讲的确有同意伊的先辈的思想甲精神接着。参考马太5章40节，马可6章8到10。那安尼有2副以上的洋服。也是做领大衫，是不知为难。这句虽然是伊个施洗者约翰写咧约翰讲的，但耶稣应该嘛同意啦。就讲你若有假，你来讲本嘛，对不对？你想起来嘛对啊。你讲2领3个换1领啊，但是想起来你可能淡薄为难啦，因为你厝诶一定有假诶物件。这互你感觉着压力对啦。搁再伫马太19章16所记载好业的少年人的故事，互咱教业通知耶稣对财物的态度。伊讲：你若爱做完全，就去卖你所有的，来互送向人，搁来缀我2节。所以这故事嘛就有名的嘛。就好野人少年人找伊讲，耶稣要军队里讲，你爱甲物件拢卖卖啊，钱拢分互善车人啊，倒来对我。系啊，安尼想起来，咱毋若是讲免烦恼未来，是你即马有诶拢要分人啦。爱借人哦。安尼有拿用经济来看，是毋是读较歹去？安尼要安怎解说？好，请。初代教父亚历山大的结局里面，为着这有写一本册，讲什么款的富人会得到救？富人就好野人，意思讲无好野人会得到救啦。圣耶罗米有提你若爱做完全，这句话来主张绝对命令甲劝告的2点意思。所以你若用字面去看，变成讲你好野人根本无可能上天国啦。因为
耶稣跟你讲嘛，就是讲卖了，大家再来对伊嘛。但是这个 Jerome， 这个耶罗米啊，伊讲法是讲，有当时耶稣的物件，不是讲的，不是命令啦，讲绝对的命令啦，有的是劝告啦。讲你那会使，你安尼做啦。安尼是不是有较松淡薄啊？对啦，较迄个话较灵气的啦。啊，无所以感觉，这是绝对的吗？这其他的句看起来都无一定是安尼啊。安尼吼，你看伫新约其他，尤其保罗的批信内面作这，教会内嘛是好野人啊，就无一定讲拢爱管了了才会使。后壁来讲啦。所以伊即嘛是，我用伊的话来，以这个思想来讲，我感觉写就好，你知道吗？伊直接个挑战，因为咱有当时电来讲，圣经拢袂使改嘛。咱袂使凊彩甲改水，但是你安尼想起来，有影就拄着问题啊。对啦，咱要安怎解决这个问题？就是讲，你若无爱完全，做无完全的，嘛会用得。处毋是完全，要顾是好的路。讲你若有影做袂到，无要紧，但你还是尽量做啦。这热络毋讲的话啦，吼。系啊，毋免未拢总所有的，也会用得第一。就是讲毋免安尼，你着话头讲，安尼我无可能，我袂对耶稣啊。你会使来对耶稣啦。但是。耶稣的确是安尼讲啦。以上是耶稣对经济的消极的乐观的态度。这是消极的部分啦。看起来咱就是毋通摸着钱啦，钱毋是好物啦。招人就招人啊啦。若有衫有加着送人啦。系啊，这是耶稣讲的哦。圣法兰西斯就做会到，对啊，有人做会到啦，是咱做袂到了，有人做会到，我嘛做袂到。对啊，本来你若讲衫有较济，要分人这点我想我做会到啦。啊，若讲拢卖了来对啊说，这我就较困难。有钱就借人，免行。讲个这我定定出传统滚生笑啊，因为袂使离讲圣经嘛。我用的祈祷，我当时人讲，你的祈祷啥？我就讲感谢主，输我食，输我穿，输我欠钱免还。阿门。人就会笑啊。牧师，但是你感觉你无好嘛？我有一天我讲到尾，我感觉就感动的呢。因为你想起来，咱有影就是欠钱免还啊。咱拢是稳定啦。咱有影耶稣嘛无叫你还啊。实在咱嘛还袂起啦。但有影就是安尼啊，虽然食个穿个欠钱免还啊。像这拄啊无叔讲圣凡是做会到，耶稣嘛做会到啊，对不对？为着你献出性命啊，对不对？咱来想看卖啊。所以即嘛已经甲这圣经讲甲遮尔啊消极啊，伊即嘛要转来讲积极积极的部分。第二章，积极态度。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马太6章11节，照大家所知，即句是主教示咱，就安尼对爸求讨。拄则伊有教示咱，无得看路，怎样食，怎样穿，呾佫教示咱，就求。总是咱就知。伊安尼教示咱，毋是叫咱着看路，是着将咱的肉体所欠用的对爸求，就伊要赏赐咱通安心。我感觉这写就好诶。你爱求啦，毋是摕咧遐啦，求着当工啦，挂路你就交主就好啊啦。但是你嘛是爱当工啦，对吧？对安尼，咱就会记得，咱的物质生活也是伫主的扶持的顶面伫活，毋是我靠咱家己的才调。不过对即句，咱通知耶稣虽望有讲无得看路食穿，
抑佫伊毋是否定物质生活，还是对世间人诶物质欠缺，拢无关心诶疑心论者。实在人子来也食也啉，伊也知咱也着食也着啉，也着对爸求才会帮赞甲赏赐。嘿啊，所以我感觉这嘛是基督教真无简单的所在啦。就讲一方面，咱都要看，敢若讲物件拢送人啊，一方面伊嘛知影讲你是爱食爱穿啊，你爱生活啊，伊无否定这一切啦，伊毋是唯心论啦，就是看来精神这方面，就是用想的就会饱安尼啦。耶稣来嘛食啊，嘛有记载嘛哭啊，所以这部分咱无要甲这个世界脱离啦，但是要安怎做？B 无人会服侍两个主人，马太6章24节，就是人袂为服侍上帝，常时煞服侍钱财，看宗教较过头伫经济，灵魂较要紧，俗体心比腹肚较贵气，性命比全世界较有价值。这有当时人会比较啦。咱有当时讲柏拉图伊会讲世界拢足垃圾的啊。咱的目标是要到一个真神的世界去啦。咱的宗教，咱基督教并无感觉讲代志较悬啦。毋过你较会使服侍一个啦。爱顺探上主的意思啦。你袂去互这钱财拔掉的啦。你袂讲敢若要追求什么属灵，就走去代米起来，住咧房壳内底家己枵死安尼。但是你嘛袂使讲要追求迄个世间的荣华富贵啊，就袂记主的名。这爱家己慢慢想啦。我即马慢慢有知影迄个意思啦。但即句话啦，无人会服侍两个主人啦。耶稣伊是信。人若有一个觉悟，经济问题会伫伊本身来解决。上帝第一，随往善乡艰苦，随往到着饿死，嘛无为上帝甲灵魂来得到腹肚饱。这个积极的勇气，会拍灭拢总的经济恐慌。对你的心所处的态度，会解决经济的问题。意思讲你爱军队上帝啦，你若有认真军队上帝，就算我要求嘛无要紧啦。这我感觉是迄个顺道者，迄个水准来着。就比如讲，老师讲 Saint Francis 嘛，伊是好啊人，伊就有影甲物件都袂了啊。有当时行路边就啉水啊，食果子啊，个对上面鸟啊讲道啊，伊有影专人的交托，伊真少年的过身嘛，伊嘛无要紧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伊的目标就明确的，你若是即马想讲，你就是要趁钱啊，趁到一个程度，财务拢自由了后，伊要来服侍主啊，伊要来去救济善车人。可能这毋是真正信用啦，你知道吗？我说你讲你有了解意思吗？还是我解说过头去啊？你感觉是安尼？我咧听。你感觉我感觉伊的意思是安尼啦。对了，就讲上帝第一嘛。对了，剩的毋是你应该行遐的代志啦。你是毋是有影有军队上帝行伊的道路啦？好，继续C。伦理的伦理的解决方法，伊即嘛要讲另外一个态度是社会啊。咱若有即个真好的社会制度的时阵，这是耶稣真要求上帝国这个观念啦。而且第一，仁爱的彻底实行，疼厝边亲像家己。马太22章39节，
逐人若是徹底實行疼厝邊親像家己，就無有枵餓的問題。毋若簡單追求，無愛家己枵餓，也着毋通放別人佇枵餓。你若食好、住好、穿好，也着互別人會安尼，才會用得。即使你若有經濟能力，通家己快樂，也着甲別人相甲快樂。你若讀馬太25章31到46節，來甲你的經濟生活相對比，狗也通互你驚，枵會互伊食，喙焦會互伊啉，燙腹體會互伊穿。經濟的援助的行為是最承接國得救的唯一條件。嘿，不過因為這句就是耶穌講的嘛，枵的時陣互我食，因為大家要講我要安怎看着主啊，伊講你若枵的時陣互人食啊，喙焦是互人啉嘛，你去做遮個代志，你對迄個上美色的人做，就是對主做嘛，你就看着主。所以即擺講，你這掛慮是用你個人的態度去看，啊，你若一個社會，大家攏疼厝邊親像你疼你家己，有即款的社會，你着承接上帝的國嘛。啊，即款社會哪有人去枵死，對不對？這真主無共款咯，你知道？對，你若有，你若毋若是講你有迄個信心，是你嘛有迄個行為啦。你著有安尼去做啊，所以你袂感覺講兩領三一領互人有啥物了不起的所在。啊，你有影規個社會是安尼，迄有影是真好的社會啊。係啊，不過着會記得，神是家己的事實，所以受審判的有叫講：主啊，主啊，佇遮是得強調神着有疼表現，才有價值。安尼通知耶穌對鄰人的厝邊啊，耶穌對厝邊的物質經濟援助甲同情，無較輸保羅所得強調的信。迄個，即個，一個是表面，一個是表面啊。無啦，伊是迄個是面啦，啊，即個是裡啦，就是講。這個是表裏關係啦。就講你有信得着救啊，但是你會表現佇你的行為啦，疼厝邊啦。你講有一個人真信上帝，但是伊對人就歹誒，嘛足奇怪。這應該是做伙發生的代誌吧。所以伊這個態度就講，你雖然拄啊講，你聽迄足不合理誒啊，用咱免煩惱食穿啥。但是你若有影有迄個疼心嘛？即個社會是愛疼心嘛？的確你是免煩惱遮個代誌啦。我安尼講毋知聽眾朋友接起來無？我認真讀了，我感覺這單數字無數無簡單嘞。這毋是我就趁誒摕一句來講誒，啊講啊，大家毋通煩惱哦，嘿，啊著下課。伊有影去思考，得第二，境界談約。路加12章13到21節，伊即擺想要可能看一個故事啦，就是要甲這做一個結束啦。咱讀這個路加12章13到21節。路加12章13節，眾人嘅中間有一個人，甲耶穌講：老師，請你教我兄弟甲我分家伙。耶穌甲伊講：你這個人。啥人任命我做恁的判官，還是公親？伊就對眾人講：着謹慎，着提防逐款的貪心，因為人的性命毋是在地財產的多少。伊只有講的一個要重點哦，就講即擺是有一個人來請耶穌幫伊分財產啦，可能兄弟啊，啥較濟，啥較少。耶穌講，你要注意啦。愛提防貪心啦，因為人嘅性命甲財產是多啊少是無關係啦，
因为咱拄啊，阮想起来，你惊夭着啊，你惊衫伤济啊，伤少啊，拢是为着财产啦。啊，耶稣讲一个譬如，请12章16节。后来耶稣用一个譬如甲因讲，有一个好野人，伊的田园大丰收，伊心内想来想去，讲我无够所在通囤五谷，但要安怎？伊就讲，我着安尼做，我要甲仓库拆起来，搁起较大间，通来囤五谷甲一切的财物，然后对我家己讲，你已经积聚真济财物，有够通用真济年，当清盈啦，来啉来食来享受。毋过上帝甲伊讲，憨人，今暝就要收回你的性命，你所积聚的一切要留互啥人？同款，为着家己积聚财富，无互上帝看做好嘢的，会安尼。这耶稣讲话讲故事哦。这故事真。对啊，所以这故事从细汉到拢听拢记伫头壳底啊。安尼哦。但是无说你嘛是有大间的仓库吧？我无啦，我倒有大间的仓库。毋是我讲迄个，就是咱安尼用这个角度来思考，咱加减拢有第一烦恼啊，替家己有加存一寡。对啦。当然知。一开始跟耶稣讲较白啦，那个卖好料啊来啊啥我单数伫讲的好的是讲某这方面的目标啦，你爱去照顾迄个微细的人啦，钱安怎使用，毋那是什么经济膨胀啊这些物件尔啦，有咱的信用有足深的这个道理啦，爱去照顾别人这个道理啦。咱甲头很好啊。以上通知耶稣的意见，人若有绝对的信用，伊本身无经济恐慌甲困难，搁再若逐人至少伊的学生有彻底听厝边，就伫社会无有经济的难题，至少大部分会得到解决。啊，想到这音乐家写这我感觉就歹势。人对圣经的理解，个对迄个经济的理解，个对咱教会历史的理解，我感觉拢真好感动啦。咱爱较拍拼。有影有真好的信用，有当时咱只是无遐认真去思考嘛，无遐认真去做吧。想讲家己好就好啊，无啊，差不多啊。你要讲啥？但是有一个精彩的故事，足精彩的。我感觉这伫教会真正爱大家拢知影学习伊的态度。但是伫伊去淡江做校长，做到差不多伊安尼时间到，未甲退休，总是伊先甲伊的牧师娘讲。咱淡江中学最近咧欠钱，咱若搁甲领退休金互伊搁较无钱，这都无下，毋对咧。所以甲牧师娘两个半暝物件款诶，计两早坐飞机怎走，留一张迄个离职书，互董事会。离职书写啥物？讲伊要离职，伊咧想啥你知道？我若离职，无退休金，我若退休。学校爱退休金互所以伊甲因牧师娘怎走去美国？当时会知影这个代志，看讲，哎哟，那校长走无退休金互伊，怎派一个当时走去美国，钱摕去甲伊面头前，当时伫看来讲，这安尼我是要安怎？好啦，收落来。毋过当迄个当时派去迄个人未转来到台湾，飞机伫半途，迄条钱一定转转来伫淡江，奉献互淡江。这是伊最后的金钱的实践。咱头拄仔咧读的这作者的实践。对啊，
听起来好像真歹势，真感动嘛，真歹势。无所以补充的就好呢，我无查了这段，这伊可能无想要人知影啦。最近，我若有机会，若差不多地方较晚吼，我差不多拢会讲起这个故事，因为我嘛足晚才知影。我感觉即嘛这时代爱互人知影，这真了不起呢，安尼想起来。而且佫是音乐家，讲几啊摆，我是讲，有影大家爱拍拼。好啊，咱想要读金句，听无书。马太第634节，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操烦，明仔载的代志，明仔载才操烦。一日会艰苦，一日长。马太634节，所以毋通为着明仔日操烦，明仔载的代志，明仔载才操烦。一日会艰苦，一日长。